Hi，我係玲。原來好多女神已經感受到懷疑人生嘅感情問題，點先至可以令男人感到幸福？好簡單，聽聽以下幾點，你就可以隨時同男神有心電感覺，同頻共振。第一，俾男人自由、時間、空間，信任佢哋嘅一切。第二，感受佢哋嘅煩惱、焦慮、內心嘅恐懼，仲要關心佢哋心靈脆弱嘅一面。第三，尊重佢哋嘅想法同選擇。第四，欣賞佢哋嘅堅持同努力。重要嘅係讚美佢哋嘅努力同成功，感受到有如超人一樣嘅力量同堅持。全息愛可以為大家盡快解決各種愛嘅問題同關係上嘅困擾。祝福大家心心相印，幸福美滿。